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集嚟到半島豪庭，受業主委託進行全屋鋁窗維修及防漏工程。師傅到埗，首先會鋪上帆布保持地方清潔，然後逐一拆窗褥搬到後樓梯更換配件。首先講講防漏工程部分，可以見到單位3間房都出現露台滲水，導致牆身出現裂痕同剝落情況。業主話滲水問題持續多年，尤其風雨季最為嚴重，原因就係因為窗台外嘅防水層老化龜裂，而最容易被忽視嘅窗框夾口位防水膠更加整條剝落，導致雨水更容易乘虛而入。正確嘅解決方法就係徹底去除舊有防水膠，重新逼上一層物料更厚、更耐用嘅防水層。簷篷位置足夠可以加裝擋水濾角，阻擋雨水流入窗口㗎。最後塗上透明防漏膜就大功告成啦。嚟到鋁窗維修部分，可以見到鋁窗配件都出現老化情況，業主決定收到強制驗窗之前完成修葺，咁就一勞永逸，安枕無憂啦。工程完成。